David，哎，迄个电视诶，是毋是迄个爱阮诶人，对无？电视互咱教会迄个啊，正阳对吧？毋是啦，毋是。哦，毋是 OK，我其实我熟悉咧。哦，以后要送物？会使啊。咱会使来 yard sale，咱会等来教会外口卖啊。哎，平平。哎，彬彬，你无声 Hello，大家好。对啊，我人去搬去教会啊啦，搬去啊。哎呀，我看无输 email 讲电视到好啊，65寸，啊，迄个奉献迄势嘛，咱教会啊。哎呀，袂歹哦，真好的公关哦。叫伊来教会。伊要搬去加拿大啦。安尼哦。所以拄啊好，咱有需要，伊拄啊奉献互咱安尼。感谢主，上帝美班啦。可能咱礼拜要到搬啦，搬去家仔顶。你甲斗用晓？无，咱礼拜先迄较重，迄较重吼，我都哎呀，啊拜托主见看会当较早小可来，甲搬起哩安尼。即马还袂搬起哩晓？还袂搬起哩，家啊底位用好啊，啊房啊嘛，明仔载我较下晡会去用，啊礼拜再去甲拆起哩安尼。好啊，啊礼拜咱较早来。好啊，无问题。较早差不多几点？我差不多拢9点外就伫遐，9点半左右。嘿嘿，无紧啊，你 OK， 咱若下付就好啊，因为基本上我先甲位置先用好势安尼啦。好啊，无问题。迄摇起哩尔简单啦，一时啊尔啦。好，无问题，无问题。Put the other one on. Oh. That's the microphone. This is a microphone. No, that's right there. You know, see right there? No, over there. 我请问您，拜投票的一寡法案，迄要 yes 还是 no？ 迄恁大家拢敢有拢真了解？有一寡了解啊，无逐个拢了解。咱等下会后咧，当来问啦。我知啦。都多嘛。因为我想讲，当小可了解者，可能会较好啦。yes or no 安尼，嘛是真重要呢。咱搁1分钟啦吼啊！我本来想讲，过去咧讲到保罗行程吼，15章拢会甲 skip 过啦吼。但是我感觉这个对教会发展足重要吼，所以我感觉爱讲啦吼，所以我分2摆，哦，使徒行传15章呢？对，嘿。OK， 好。祈祷，请台湾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即几工天气较凉爽，希望会当帮助遮的野火的即个控制，求主你来帮助阮伫即个疫情的中间，阮感觉县甲其他几个县市控制了袂歹。但是阮感觉真可惜，伫洛杉矶拜三出现一个即个有史以来上悬的病例的即个状况，求主你特别的恩典，甲遮的人民做伙，互阮会通有你的智慧财物会晓来保守家己，会当保守别人，
伫这中间来帮咱这个疫情会当来控制。阮求你继续来看顾，也感谢你，互阮搁一摆组织，透过网络，要来伫遮研评，今仔日所要，来读来了解是伫使徒行传15章的头前段，阮看见耶路撒冷大会，这个对伫后面这个外邦的宣教有真大的影响，毋茫来帮助阮。互阮会当得到主你的提醒，用过去2000年前的即个经验来反省、来思考阮现代教会的状况。求主你来圣神甲阮三个对立，也开启阮的眼光，将今仔日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伊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阿妹，好。我最近拢无用经文，我想经文咱家己读啦吼。我就来讲即个部分啦吼。耶路撒冷大会，我到落尾，我会小可去解释耶路撒冷大会即个代志啦吼。就是今仔日要透过即个较伫论述顶悬较困难啦吼。但是伫即个地点也是讲一寡物件吼。顶悬有较无遐尔复杂的事吼，我用一个较简单的叫做归纳的查经的方式来甲大家三个分享啦吼。差不多大多数的圣经，你若讲我都看无啥有无要紧，你会当用即种简单的归纳法吼，来帮助你甲一寡物件来拆的吼，来了解，对无共款的角度去看，讲即个经文。到底咧对咱讲啥物话，还是讲啥物人咧讲啥物话吼？这我用这个方式来甲大家三个分享啦吼。我大概今仔日甲后礼拜，我拢会用这个方式互咱小可知影一下吼。我传互咱的资料内底有小可讲着吼。咱今仔日大概讲的地点吼，我拄则讲伫地理上较无遐复杂吼，就是伫安提阿甲耶路撒冷啦吼。就即两个所在，即两个所在，意思就是讲，当保罗伊即个行程是咧，即个行程对遮去到顶悬咱莫讲吼，了后伊倒转来时阵，对遮坐船直接，是咧，坐船直接转来伫遮，了后搁落来伫遮，车强车歹落来伫即个安提阿甲耶路撒冷伫初代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地点啦吼。当然咱知影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受难的所在，也是使徒拢伫迄个所在吼。咱今仔要看伫是15章，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21节。归纳式的查经吼，基本上就是用5个物件来去思考啦吼。这归纳的查经的方式，就是对人物、圣经内底人物、代志、时间、地点，也是讲物件，也是讲伊为什么安尼吼？用英语叫做 who、what、when、where、how 吼。用安尼甲分别甲列出来了后，咱对一个较生分的圣经会比较较容易入去伫迄个圣经咧，甲咱讲的迄个主题内底吼。这是一个较简单的读经的方式啦吼。这个会帮助咱甲这个规个圣经的迄个概括吼，甲记较清楚。无咱有当时看圣经咧，读过就煞吼。敢若咱讲老师无用吼，科技作用电风吹安尼吼，当念伊就袂记一啦安尼吼。咱若用安尼去甲听了后吼，咱对即段的经文的印象较深啦吼。伫今仔日的圣经内底有甲咱讲到有几个人，有几个人，讲这个几个人是对倒位，几个人咱就去看圣经，圣经安怎甲咱讲？这几个人是创啥货？这几个人是对倒位到倒位？咱就开始去思考啊咧吼。这几个人是对耶路撒冷，对无？去到倒位？去到伫安提阿吼。咱若看到圣经安尼时阵，咱就去思考这物件。
伫即个所在。但是伫圣经内底吼，有一个较趣味的讲法，我倒转来拄则迄个地图吼。好，那咱咧看地图的时阵，就是顶悬叫做什么边？东西南北倒一个？这个叫做北边嘛，对无？安提阿是伫北边，对无？啊，耶路撒冷是南边。咱通常会讲北上，对无？但是圣经甲咱讲啥物诶？上耶路撒冷。因是对耶路撒冷落来，有无？吼，你若对圣经迄个当然版本无共款，写法无共款啦吼。我互咱的迄个经文内底吼，咱会当去看着吼。好，啊，当然伊迄个有咧讲着迄个地理位置的关系，就是咧讲耶路撒冷是一个较重要，对宣教来讲较重要。吼，所以即几个人去倒位？去到伫安提阿，然后去找几个兄弟，去伫迄个所在去甲因教导，教导啥物诶？讲因着爱照摩西，哦，讲着摩西，摩西咱着知影，摩西所代表是啥？法的规定，哦，啊，但是即个因的教导，甲保罗甲巴拿巴会安那相冲突？安尼会发生啥物代志？冤家嘛，对无？因着开始伫遐论争啊，吼。啊，伫即个所在开始着花若花袂好势时阵，着安那，着爱找一个咱咧讲的公亲啦，吼。公亲是啥物人？公亲当然是使徒啊。你知影吼？当保罗的宣教啊，保罗的批信还袂成做新约圣经的时阵，因还阁用旧约的诗篇、摩西律法、先知书来做因的经典的时阵，迄个时阵，什么人有权柄？就是使徒。哦，咱会记哩，即个时代，使徒的权柄是赢过其他的遮，包括保罗吼，啊，包括保罗。所以因感觉讲，着爱叫遮个使徒、门徒，因来安那做决定啦，吼，来做决定。所以因着甲保罗甲即个巴拿巴啦，派因去送转去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伫耶路撒冷要开始开会，咱讲第一摆耶路撒冷大会啦，吼。啊，使徒甲长老是要创啥物？就是要来裁决。转来第一个，即几个人所讲的话到底对毋对啦？吼，也是保罗甲巴拿巴讲的话对啊，毋对啦？吼。当然，因伫即个尾到落尾，因还阁伫耶路撒冷阁拄着遮的法利赛人，因阁有一寡讲法啊。你就知影，若讲着新约圣经的法利赛人，就是啥物个？法利赛人、经学师、祭司，基本上就叫做迄种律法主义者，吼，咱就知影。所以因遮人就是咧坚持讲摩西安怎讲的啦，吼。后来，当因搁伫遐咧论证的中间，有一个人讲话啊，就是彼得，吼。啊，彼得的讲话，咱后壁会讲着啦，吼。彼得的讲话足重要，但是无有法度做决定。哦，咱等下才来讲迄个原因啦，吼。啊了，彼得讲完吼，雅各啊，足奇怪吼。咱等下嘛会去讲到即个部分吼。彼得毋是叫做使徒的班长吗？是安怎彼得讲完，就去雅各来讲哦。来，咱就爱去看雅各到底是啥物人。照圣经的记载，伊是耶稣的小弟哦。啊，伊是一个真重要，迄个当初时的使徒吼。所以伊伫遮有伊的角色，啊，彼得讲话无有决定的力，后壁咱也去讲着有伊的问题伫咧啦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看到代志啊吼，咱看到迄个教导，就想着安那有几个人对耶路撒冷去到倒位？去到安提阿，去教导遐个兄弟吼。就爱安那受割礼，才会当得到救恩啦，吼！这是咧讲的物件。
所以咱看到圣经甲咱记载，有因大论、大辩论，啥物人？就是几个人甲保罗，佮甲巴拿巴咧辩论啥物诶？甲你诶问题 ，OK？所以因伫遐感觉讲吼，这就是爱定规定啊，照摩西诶规定吼，这是伫第10个后壁讲，恁若无照摩西诶规定受割咧，就袂当得救啦。所以因就伫遐辩论，吼，然后因就派保罗甲巴拿巴，啊无恁去耶路撒冷，请使徒甲遮长老来做裁决，吼。到沿路落来诶时阵，咱就看到保罗甲巴拿巴又搁做一项代志，因就安那去到无共款诶所在，就开始伫遐安那传福音，吼，到处就去传福音，然后伫遐做见证，吼，伫遐做见证，吼，伫迄所在，这是伫经文一再咧甲咱讲诶，第10节咧讲到，恁为什么试探上帝？吼，这是雅各咧讲诶话，吼，这是雅各咧讲诶话，吼，这是耶稣诶即个兄弟啦，吼。啊，做见证佫有啥物人？佫有彼得，咱会记拄则我咧讲，彼得有伊诶故事诶背景，咱连伊会去讲到《使徒行传》第10章，吼，啊，彼得伫遐做见证，啊，见证啥？见证上帝耶稣基督诶圣神，互伊诶呼召，吼。啊，这是雅各讲诶话，恁为什么伫遐咧试探上帝？吼，啊，伫即个所在，竟然嘛，搁伫遐听巴拿巴甲保罗因咧讲着因去外邦是安怎传福音，遮个人是安怎较无要来信主，等等遮个代志。但是到遮拢无法度决定，搁伫遐咧论证，一直到落尾雅各讲话啊，雅各讲话了后，伫即个19节到21节的所在，会通讲是雅各伊的裁决啦，伊做决定，吼。同款牧师伫遮要搁答问题互咱，是安怎做班长的彼得无法度决定，是爱耶稣的小弟雅各做决定，吼。咱等下会来讨论即个部分，吼，讨论即个部分。时间的部分，就是保罗甲巴拿巴伫第一届宣教旅程转来了后，即个数一个时间，照讲即个时间大约是主后40几年到50年即中间啊，吼，伊无法度介确定，因咱知影过去咧记这物件，伊对时间无介明确甲咱讲吼，但是对历史的考证来看，大概是。主后40几年吼，安尼吼。好来，咱来看地点啦吼。伫即个第1节到21节的中间，特别是保罗甲巴拿巴受差派对安提阿要到伫耶路撒冷的路程的中间，因阁有经过2个所在吼。所以伊是对安提阿受派，安提阿伫顶OK。我大概小可先讲一下，用即个地图吼，这是耶稣时代的地图啦吼，地图。咱大概看一下吼，那差不多大约啦吼，对遮切过来，吼，对遮切过来，遮拢算犹太地啦，遮拢算犹太地。到落尾遮嘛有算犹太人有住伫遮，但是耶稣的时代遮算即边拢算外邦，伫遮坡利吼，这个是10个城市吼，这个讲到这个外邦的所在吼，咱搁看到吼，伫这个所在以上，遮嘛拢外邦。遮嘛拢外邦，吼，遮外邦。你会记哩耶稣带学生去到推罗、到西顿有无？吼，这是推罗、西顿，这拢是外邦的所在。耶稣嘛带学生来到伫该撒利亚腓立比，有无？伫遐咧讲到迄个我的教会要起到伫即个石盘顶悬。即个
安提阿伫倒位？安提阿伫更较顶悬，吼，伫更较起的所在。所以安提阿基本上伫当初时是算外邦的所在，吼，伫外邦的所在，吼。好，咱小可看一下吼，推到西顿伫这个所在，咱看到啊吼。所以伫遮以上，遮拢是外邦的地点啊。安提阿更较起哩，吼，更较起哩，伫这个所在，吼。啊，咱就知影讲，迄是伫外邦遐吼。好，啊，保罗甲巴拿巴对安提阿甲遮个犹太人有几个人对耶路撒冷去了后，伫遮有论争，因就讲啊，无恁规去耶路撒冷去找使徒，去找遮长老，恁去开会去决定啊，隔礼的代志安尼吼。所以因就受差派来到伫下骹耶路撒冷的所在，吼，咱看到遮吼。耶路撒冷的所在伫遮，吼，上下骹，所以种远啦吼，真 OK。然后因有经过两个所在，第一个所在叫做腓尼基，吼，咱看这两个地点吼。啊，腓尼基伫倒位？腓尼基是一个，会当讲是地区还是省份啦吼。咱看伫遮这三字，腓尼基吼，就是伫西顿这个所在吼，伫西顿遮，毋是恁台中的西顿啦吼。诶，搁一个现代中文本吼翻译做沙米利亚吼，啊我互咱的资料我无甲恁写备注啦吼，啊伫遮我有甲恁写吼，就是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就伫下骹遮吼，搁较接近伫耶路撒冷即个所在吼，撒玛利亚，其实撒玛利亚人吼，犹太人的眼中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的吼，所以咱知影有一寡因认同的问题伫咧吼。好，过来发生啥物代志？雅各伫讲话时阵，吼，雅各伫讲话时阵，伊遐讲着一句话啦吼。我讲即句话会通互咱真重要来思考吼，真重要来思考。咱看第10节的所在吼。伊讲，现在恁是安怎来试探上帝？咱祖先甲咱袂当背的担，要放伫遮的门徒，这门徒的意思是讲外邦的门徒的阿妈棍顶悬。吼，这个我感觉伫这段经文内底，互咱足重要的思考，吼，互咱足重要的思考啦，吼。好，咱。第二个就是要来进入伫这个所在来开始分析啦吼。咱来看咧讲吼，圣经甲咱讲有一群人特别对耶路撒冷来到伫安提阿，讲着接受割礼规定。啊，为什么这群人要对耶路撒冷到安提阿？是咱对伫迄个咱咧讲的迄个这种分析了后，咱所提出来的问题。耶路撒冷甲安提阿拄则伫地图顶悬，牧师甲咱三角分享的。安提阿算伫外邦，对无？耶路撒冷呢是犹太地，是首都，是信仰的中心。所以，伊为什么要去安提阿？是因为呢，安提阿是足侪外邦人的所在，嘛足侪犹太基督徒已经去伫迄个所在。所以因开始有伫遐聚会，有外邦人伫遐来信主，但是发生问题，啥物问题？外邦人无受割礼，要安怎？所以就有一群人，吼，有一群人对耶路撒冷、对犹太地去到伫外邦的安提阿，吼，这就是迄个起因啦。对地理顶悬，咱嘛会通知影讲为什么伊要去 ，OK？但是即马较大的问题是讲，牧师认为即群人无受着授权，无受着差派啦。圣经开始甲咱讲安那，有几人对犹太落来吼，对犹太落来，落来对耶路撒冷啊，去到伫安提阿啊，对犹太落来，因家己去啊，因感觉讲吼，爱去甲即个人教导啦，吼，就讲即个无受割礼吼，无合规定，无合啥物人的规定，无合摩西的规定啦，吼，所以因伫即个所在，就咧甲因教，吼，伫即个所在，有几项代志，互咱知影这安提阿的事件，
是对斯提范的事件了后，咱知影第一个顺道的门徒啦吼，伊即个顺道者吼，伊伫即个所在呢，受难了后，迄个时阵保罗搁咧逼迫基督徒对无？伊搁伫边仔见证啦吼，所以迄个时阵就开始侪基督徒开始逃走啊，开始逃走啊。逃走，因就上北去到伫即个安提阿的所在。伫《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咱讲，即个安提阿是基督徒即个名号开始的所在，所以会通看见讲，其实迄个时阵有足侪犹太基督徒拢走去伫迄个所在，因开始过着一个耶稣基督交代因的生活，这是伫第2个美吼。使徒行传11章25节到26节的所在写的，基督徒的名号开始的所在，所以这个所在其实是真重要。所以即群人会去到迄个所在吼。所以安提阿是耶稣基督时代属伫外邦的所在，拄则咱已经有知影。对第2章来讲，伫外邦的基督徒嘛开始诚做外邦人开始诚做基督徒的时阵。即犹太基督徒感觉讲，这无受着隔咧袂使，所以因就做出即个动作啦，去到伫遐。因有受着授权无牧师认为因是无受着授权，因个有一寡人就感觉讲，我爱徛伫犹太人的角度，爱来甲因教，所以即个人含名就拢无下。你注意甲看圣经，圣经讲有几个人，就问讲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所以含名都无，所以伊无受着授权，就来做这项代志吼。这个是咱伫遮所看到再来，因为巴拿巴、保罗甲巴拿巴甲遮个人来辩论即种的教义的问题所以因就将这个问题带来伫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大会第一摆耶路撒冷的大会的起因。就是要解决教义的问题，以后即种的教会的大会，就是拢咧处理教义的问题，包括将来对伫异端等等遮的，即个咱讲耶路撒冷大会到落尾，伫即个主后的第3世纪、第4世纪了后，刷去伫即个伫即个罗马在罗马，因为是罗马皇帝，伊遐替因召开迄个会议安尼所以进前咱拢叫做耶路撒冷大会的时期啦迄个时阵是用使徒做主体因伫遐讨论即个当然第一摆咱真正真清楚看到，伊咧讨论外邦受割礼的问题，这嘛是咱伫保罗的批信中间拢一直咧看到的这个问题当然坦白讲，你甲犹太人讲讲袂通，为什么？因辩论足久对开始伫第20个所在开始就辩论第5节甲第6节的时阵又搁咧辩论辩论袂煞的时阵，彼得徛起来讲话，然后讲袂煞，搁雅各起来讲话为什么甲犹太人讲无受割礼无要紧讲袂通？因为这毋是干那是一个信仰，其实是。已经成做一种文化，文化就是足歹透的啦好，伫这个事件中，咱特别你才看到，听起来做见证伊安尼讲，这兄弟，恁知影上帝已经伫恁中间拣选我，叫外邦人对我的喙中间来听福音，也是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上帝头起先呼召彼得做外邦的使徒，咱有看见足清楚足清楚这个是啥物货？咱就爱倒转来伫迄个《使徒行传》第10章、第11章的所在来看。咱有时间会通甲家己来显啦这就是咧讲啥？讲着彼得伊做梦啦做梦着。哥尼流遐一群人
伊就讲哦，天顶有一个宝仔落落来吼，伊说迄个异象，我想咱应该拢有印象啦吼。所以彼得就去哥尼牛即个家庭当然拄开始是彼得嘛无爱去啊，伊讲迄是垃圾的啊吼，海哥的啊吼，上帝就甲伊讲啊吼，讲毋是安尼啦，就去找伊去啊吼，即个伫第10章到11。彼得第1章的时阵，伫亚罗撒勒的教会，甲遮个使徒报告过即项代志。这就足奇怪，当互咱来思考啊，为什么伫15章彼得起来分享吼无效果？因为伊自早就已经讲过即个割礼的问题啊，即个割礼的问题已经伫即个亚罗撒冷大会啊。即个教会内底已经讨论过啊，已经讨论过啊。好，再来到落尾，咱看到19节到21节雅各起来讲话，使徒的领袖，照讲是咱一般来讲是彼得啦但是彼得提出来了后，伊家己的经历、见证、看法了后，无受到接纳，迄个原因是因为彼得本身家己嘛做即个代志。倒转来伫亚罗撒冷的教会报告，但是无甲咱讲到因有甚物款的结论，还是讲咱会通知影讲当初时的犹太人的基督教会无接受彼得的做法甲伊的讲法，所以才会发生15章的时阵有一群人家己去，有家己去甲因教，这是这的背景，互咱来了解。所以伫15章，咱第6节、第7节看到彼得起来讲了后，嘛无结论。所以了后伫15章的即个我看卖第几节19节到21节是已经是结论啦吼。伊较头前遮雅各对第10节、第9节即个所在，伊就开始讲啊。我看卖来我卖。OK， 咱若开始看13节开始雅各开始讲兄弟啊，请听我讲，拄则西门的讲法彼得伫遐咧讲，咱背袂起的，但是安怎要互外邦人去担？来，逐个拢无法度来同意。但是雅各伫即个所在就开始讲啦伊就引用先知的话来讲，然后伊就做决定啦所以是彼得伫遐的困难雅各伊有伊的身份，就是讲伊是耶稣的小弟，伊阁是伫即个使徒的领导者的中间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开始来讲所以伫落尾咱来看伊讲，是安怎拄则牧师已经讲了，讲你甲犹太人咧讲着莫惊割礼，绝对袂通啊！伊已经变做一种文化变做文化就足困难去改变啦变做文化足歹去改变亲像伫明仔载读经的中间，咱会去讲到禁食嘛变做文化这拢是足大的问题啦好，亚罗撒冷到安提阿即群人，因为什么？其实咱知影，伊毋是为着要传福音，是要来传摩西的规定所以咱第3个来思考是讲，到底伫得到福音的时阵，咱是要来跟对什么人？咱是要来跟对摩西律法吗？还是要来跟对圣神的引传、基督的救恩？伫即个内底，互咱来思考的。咱咧看到讲彼得的呼召。第一个外邦的使徒，毋是保罗，咱会记第一个外邦的使徒是彼得，已经伫外邦传过福音所以伫亚罗撒冷这个大会中间，伊伫迄个所在，基本上我想伊对保罗有真正向的影响我想特别是对咱现代基督徒来讲，咱嘛有足侪咱家己的文化，我毋知咱有认同安尼的讲法无？
咱即马现代的教会，台湾人的教会，也是讲台美的教会，台湾移民的教会，拢有家己的文化哦。啊，即个文化会影响咱伫信仰上歪错去无？我想这是足重要，互咱思考的物件。咱踮分享了后吼，会当做伙来，逐个互相激励来思考看卖啊啦吼。好，我来甲咱解说耶路撒冷大会啦吼。耶路撒冷大会吼，也人叫做使徒的会议啦吼。迄个大概是主后49年迄卡头啊吼。这是咱咧讲，伫罗马皇帝召开罗马的即个大公会议进前，使徒的即个耶路撒冷大会，就是大公教会的一个代表啦吼。因的即个代表性是无法度被取代，因为因是实际军队耶稣基督的使徒。但是老尾吼，去互即个天主教，也是讲老尾佫分咧做东正教的即个大会吼，来取代去吼，伫真侪时阵拢会讨论着基督教的伦理啦、教义啦吼等等遮个代志吼。伫即回的即个会议的中间，因有决定几项代志，就是讲袂当食有血的物件啦，袂当犯奸淫啦吼，食即个拜偶像的物件等等遮个，因有遮个规定啦吼。因老尾有即个接受着讲无受割礼即个代志吼。所以咱会当看着讲有3项物件吼，就是讲无拜偶像啦。无犯奸淫啦吼，无即个吼，即个割礼代志就摕掉去吼。这是第一届耶路撒冷大会的上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讲因已经确定着讲，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毋免去受割礼，因为受割礼是犹太的文化，毋是伫信仰甲救恩无关吼。这也是咱尾啊伫即个保罗的批信中间。伊伫遐一再咧提醒的代志，安尼好，到遮，我先甲这关起，咱来讨论啦吼。OK，我先甲